小朋友同大朋友，聖誕節快樂啊！今日福音講到耶穌 BB 出世，有一日羅馬皇帝叫全國人做人口登記，所以約瑟就帶住懷住 BB 嘅瑪利亞由納匝肋返去白冷佢哋嘅家鄉，但係去到白冷竟然揾唔到地方住，最後只好住喺一個馬槽入邊。就係咁樣，耶穌出世啦。佢瞓喺草堆上面，好細小，好安靜。嗰晚有天使向牧羊人顯現，話俾佢哋聽一個好消息：今日救主為你哋誕生啦！突然間，天使喺天上一齊讚美天主，話天主受光榮於高天，主愛嘅人喺世上享平安。小朋友，你有冇諗過點解耶穌唔係喺皇宮出世，而係喺馬槽啊？因為耶穌想話俾我哋聽，天主唔係只愛有錢有地位嘅人，而係愛每一個人。包括你同我。馬槽好普通，但愛係好大。天使第一時間唔係通知國王，而係通知牧羊人，因為天主想我哋知道，只要你願意聽，願意去，你就可以遇到耶穌。聖誕節唔單止係收禮物，而係耶穌送咗自己俾我哋。我想問你一條問題啊，當耶穌想入你心入邊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話我好忙啊，我冇位啊，遲啲先啦？定係你會話耶穌你嚟啦，我好愛你，今年聖誕我可唔可以為耶穌預留一個位，用笑容，用關心，用愛去迎接佢？親愛嘅耶穌，多謝你為我哋嚟到世界，你選擇喺馬槽出世，教我哋學識謙卑同愛人。求你入到我嘅心，陪我每一日，教我做一個有愛有喜樂嘅小朋友。阿們。